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来看台北的北投一间真出名的牛肉面店，互外送员翕到，这个店员用倒布甲煮面的四周围切花花了后，直接甲倒布的水浸落煮面的大鼎，用共一鼎水继续来煮面。业者讲这是抹乌。 也毋过，外送员昨深夜来公布着12分钟完整的影片，来反驳着店家的讲法。外送员讲，伊家己平常时就会食这间店，甲店家是无冤无仇。伊讲，伊做外送员做3年外来，第一届看到这种代志。迄间牛肉面店早起无做生意，台北市卫生局的人员到场要来稽查是闹空抓。 下晡，这个头家发出着声明稿咯，讲家己督导无周至，向社会大众来道歉。即日开始，北投这间分店暂停营业，嘛会主动联络着卫生局来稽查。到开门做生意时间，牛肉面店同款无开，因为去外送人员翕到，店员摕倒布伫咧切料理台，后一秒敢若甲倒布的水准备去煮面所在内底。我蛮压抑的，对。 以后还会想来吃？会考虑的。就算我离开之后，他们有换水了，我可能在的那段期间，他们煮的东西，然后就不是要给客人吃的嘛。我跑外送3年多。 第一次看到有店家有这样的行为。对这件代志，店家昨甲媒体澄清，是因为拄好要换水，才无甲倒布的水摕去煮面。嘛指控这个外送人员乌白讲话。不过外送人员传12分钟影片，画面内底所看到员工甲倒布的水准备去煮面所在，离开了后，搁倒来甲面好起来。我原本都还吃得很开心的。 一直到看到这个画面之后，我实在自己站在消费者的立场，我自己都吃不下去。卖店家实在是受过限，等来到现场真了看，煮面所在无计铁帮，北市卫生局人员要来到现场稽查。然后我们会再进书并择期，就是另外择期现场稽查。谢谢。我今天讲怎么样？讲这两天也不对，这样也不对，明天的话我会对外说明的。 网络顶 Google 店家名称已经互创治，假做是牛肉倒布的水的面店啊。到底敢用倒布的水伫咧煮面？店家嘛为本来无食真，尾后阁改喙发声明，讲是家己员工的个人疏忽，因价无好，尾后店头会暂时休困，卖主动联络卫生局来遮稽查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。 陈雅玲，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